全新的比赛内容，全新的选手，练出台语新希望咯！真是细哦，来豆豆行，等下坐电梯哦，坐电梯啦，等下迄个过桥哦，收紧啊啦，等下看到火要紧走哦。你们即马是要死啊兄啊！啊，因看起来精神拢真好哦，我讲无两句话，因就拢困起来。多一个人行落来，我等下下面看，我那甲相片一模一样。阮台中就是遮尔啊特别、遮尔啊高级的所在啊。阮食太阳饼的时阵，毋对，喂，阮无食太阳饼，太阳饼是咧骗你一寡台北送的啦。你咧讲啥物？我无应该用那个点名单来点名，我应该吼用这个 Uber Eats 来点嘛吼。Uber Eats 应该拢点会到嘛。透笑台语看到希望咯！千万要记得收看第二季的《脱脱秀台语》，保证闪班嘞！